6,10第14课。키랑키这是我星期月呗？你认识扎西吗？키랑 본종 롭자签妹 롭주인呗？你是西藏大学的学生吗？ 키랑키这是我星期月呗？你认识扎西吗？ 기이 첸카키这是日呗？是语文系的扎西吗？ 俺错紧这几把影，我们是同一个班级。키랑这是给宾切影呗？你是扎西的亲戚吗？ 俺这是给阿帕影，我是扎西的爸爸。唐大这是给陆中切亚看这读。目前扎西学习的如何呢？空陆中去军龙堂密语也不越长。因为他学习的动机和目的很好。陆中切亚哈江亚波读，所以学习的很好。空培给建议陆中切亚啦嘎波写着读，他非常喜欢学习西藏语文。贴翠培义培给可对构筑内陆中切把音。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藏文藏语的？这是给扎看这读，扎西的发音如何呢？那您打我送杯切巴吉拉构筑内切把音。是去年3月1日开始的。这是给给恰西对扎西波读。扎西说话时声音非常清楚。因内给当亚波让面读，但是声调不太准确。您认了被6,000提读，每天所学习的那些课程。你妈提上了苍妈先读给读给，能够在当天全部了解吗？接着当前呢，忙切瓦先读给读。一般来说，大多数都能了解。这是陆中啦呼噜尊谦波有人。扎西在学习上非常勤奋。这是给推军培给忙波假期有人呗。扎西经常有讲很多藏语吗？我差切给读给，会害羞吗？空气陆中气透朗我差切给嘛人，他在学习上并不会害羞。卡波尔店内培给下大西给读，不论到哪里，全部都说藏语。切亚提吉巴人，
那样做可以。挺着马前呢，只可以马人。没有那样做的话就不行。这是给培育职业看这读。扎西的藏文写得如何？职业교보读敏读，写得快不快？이게职业교보有马人，对子古波有人。字写得不快，有点慢。营内职业脏马堂，但是写得很干净。谁纸包写着有人，非常工整。解决给总称，替换练习。既然起诉5星期月呗，你认识谁吗？既然起这是5星期月呗，你认识扎西吗？既然起卓玛5星期月呗，你认识卓玛吗？既然起中巴波5星期月呗，你认识作者吗？既然起拉基瓦5星期月呗，你认识佛像画师吗？既然起老扎瓦5星期读给，你认识医师吗？既然起瑞莫瓦5星期月呗，你认识乐师吗？既然起翁在5星期月呗，你认识维诺师吗？既然起签罪5星期月呗，你认识总管吗？俺凑开热几把瘾，我们是同一个什么？俺凑紧着几把瘾，我们是同一个班级。俺凑落着几把瘾，我们是同一个学校。俺凑雷控几把瘾，我们是同一个公司。俺凑拱巴几把瘾，我们是同一个寺院。俺凑茶仓几把瘾，我们是同一个僧院。俺凑破约几把瘾，我们是同一个家乡。俺凑米日几把瘾，我们是同一个民族。俺凑索颠几把瘾，我们同样是友情。既然需米凯瑞引北，你是谁的什么人吗？既然扎西给并且引北，你是扎西的亲戚吗？既然准妹能咪引北，你是卓玛的家人吗？既然贝妹落做引北，
你是贝玛的同学吗？ Kira 你妹雷做影北，你是尼玛的同事吗？唐大旭凯瑞切亚坎这读，目前谁什么做得如何呢？唐大扎西给录中切亚坎这读，目前扎西学习的如何呢？唐大查巴翠看敦切亚坎这读，目前僧众们课诵的如何呢？唐大给谢给大西东亚坎这读，目前格西辩经的如何呢？唐大拉妹松雀南亚坎这读，目前上师开示的如何呢？续推军凯瑞坎这切基有热呗？谁经常有如何做什么吗？这是给推军陪给忙波假期有热呗？扎西经常有讲很多藏语吗？录出最推军总称忙波切基有热呗？学生们经常有做很多作业吗？拉妹推军松雀忙波南基有热呗？上师经常开示很多佛法吗？罗马翠推军根基忙波手机有热呗？弟子们经常请教很多问题吗？帕妹推军吞朗亚波罗切基有热呗？父母们经常和睦相处吗？查巴翠推军去请唐波罗松基有热呗？僧众们经常严守戒律吗？去巴翠推军念len亚波罗切基有热呗？信徒们经常好好地实修吗？即是生词。本种录扎千梦，西藏大学。录出学生。这是扎西。我先认识。Gaik 语文。Tinkak 科系。紧着。班级。鸡巴一样，同样。阿帕爸爸。唐大现在，目前。录中前学习。军龙动机等起。咪约目的所缘境。亚波好的。长所以。哈江十分。嘎波喜欢。可对何时。狗族
开始。炸，声音、发音。看这，如何？那宁，去年。打蛙，月份。切巴，日数。给恰写，说话。塞波，清楚。银内，银囊。但是。给档，声调。拧热，每天。六千，课程。体达，那些。你妈体上，当天。仓妈，全部。先了解。top， 能够。接着当前呢？一般，大体而言。忙切瓦，大部分，大多数。呼噜尊，勤奋。体均，经常。陪计客，讲藏语。我差茄，害羞。talk， 上面。下 duck， 全都。几把，几把。可以。回忆集，写藏文。脚步，快速的。脚步，缓慢的。鲁扎瓦，医师。瑞莫瓦，乐师。翁姐，维诺斯，领诵师。枪罪，总管。雷控，公司。拱巴，寺院。坡于，家乡。茶仓，僧院，杂仓。music， 民族。soden， 生物，友情。背妈，背马。嘴妈，卓玛。你妈，尼玛。累 joke， 同事。刊敦茄，客送。大西东，汴京。松雀囊，开始。茶巴，僧人。拉妈，上师。罗妈，弟子。帕妈，
父母。缺八，行者、信徒。迥迁，作业。干支修，请教、询问。推南切，和睦协调。去轻松，守护戒律，持戒。坦波，紧的，严谨的。念练切，实践，实修。脏吗？干净的。垂直波，整齐的，工整的。宗巴波，作者。拉基瓦，佛像画师。